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18岁公民权修宪案今仔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一个修宪案公告半年了后的3个月内，要进行公民复决。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4个本土病例，伫新北市树南某一间科技公司发生群组感染，家人也有2位警察确诊，甚至家人市长林佑昌也接触过。高雄检定为着嫌犯伫天时拍补光的时阵，甲查某学生落雨倒对伊骹内手内乱摸乱扫，目前警方已经抓到这个嫌犯。讲到18岁公民权修宪案，今仔日伫立法院有109位立委出席，全体同意之下三读通过。这代表未来满18岁民众就选举罢免创制加复决的权利。这个修宪案公告半年了后的3个月内，就要进行公民复决。今仔日伫立法院门口，也有民间团体靠一阵对台湾各地头来的高中生做伙声援这届的宪政改革。要投票，18岁青年要投票，修宪承诺别跳票，修宪承诺别跳票。几十个来自台湾各地的高中生，25日透早就伫立法院门口集会，声援立法院议场内当咧审议的18岁公民权修宪案。学生讲，因是特别请假来关心。有尝试请公假，但学校不批准嘛，所以我就以事假病假的方式来参加这次活动。就是我们觉得18岁其实就是那个心智年龄其实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让我们就是来投票。到2015年，尽管有各跨党派都来提案说18岁公民权要来支持，但最后仍然功亏一篑。我们现在看到，终于有这样的一个跨党派的共识，修正通过。立法院下晡，伫109位立法委员出席，全数同意之下，18岁公民权修宪案三读通过。但是民进党批评，国民党伫过程当中以复国权阻碍修宪，国民党反击，民进党伫修宪过程当中是多数暴力。我们一路辛苦的护送，一路辛苦的推进，可是一路被国民党指控。依法所进行的所有的程序叫做多数暴力。民进党一路开快车，也不尊重国民党意见，这不是多数暴力，什么才是多数暴力？修宪案会伫公告半冬以后的3个月内，经过公民投票复决，时间约要等中选会审议决定。国民复决同意票要超过965万票，也就是全体选举权人的一半才算通过。修宪这项真悬，民间团体呼吁，朝野政党拢要伫各选区说服选民投下同意票，才会使完成宪法改革。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18岁公民权的修宪案，有高中生认为讲时代已经伫咧改变，这18岁袂输是大人啊，而且学校的教育一直有伫咧改善，会当互因行使公民的权利啊。台北高中这2个姓杨甲姓林同学，把握中昼休困的时间，伫学校内底采这块要来搞乌克兰乌烟的扛棒，可以让更多人关注这件事情先，然后如果就是反应够剧烈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放到网络上，然后让它去发酵。关心国际嘛，关注台湾的事务，或是海草大甲内地等等的议题，公民课拢讲到，网络顶的资源嘛袂少。去年底的公投，会当公投的年岁，头一届为20岁降做18岁，这2个学生希望刷落来18岁都会当投票。关于是不是个大人，我觉得时代在改变，我们现在是网络世代，学校的教育其实也一直在改善。那18岁的公民权，我觉得是时候应该让我们实践。立法院25三读通过18岁公民权修宪案，有100多个高中生伫立法院外口见证，因讲这个结果是比因原底想的还佫较好。我们在校园中也会遇到一些学生权利上的问题，透过投票权，还有就是参政权，可以让我们的声音传达进立法院，可以让学生们更重视政治的问题，更提早去了解。因为公民复决的条件是真困难，高中生讲要当去请因的亲戚朋友投下同意票，互青少年嘛有表达家己意志的权利。因那高中的公民老师认为讲，若是18岁就会当投票，对高中生的心理准备甲公民意识有实际上影响。高1的学生、高2的学生，他就会认为说，在1-2年我就有投票权，而且我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元首是谁的时候，他对于这个公民意识啊，他绝对是有帮助，一定是正向的帮助。黄耀中认为讲，有人讲18岁也唔捌，迄是因为无互因实际的权利，当互因这个实际的权利，学生自然就会去承担这个权利应该有的责任，这对教学现场嘛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4个本土病例，伫新北市就11个，其中10个是伫咧树林某一间科技工厂，伊的工课场所群聚感染。因为讲到家人也有3个人确诊，其中有2个是警察。也不甲这家人市长林佑昌咧无挂喙暗近距离的接触。目前林佑昌家己是居家隔离3天，目前这个 PCR 采检是阴性的，而且伫3天后会搁再来采检。如果团出工作场所互相烧的感染事件，至今为在新北市树林区的科技公司早起大门锁起来，厂区全面停工进行大消毒。因为一个越南籍移工按例22556在3月23出现症状了后，经过病院采检确诊，后来列出工厂区接触者扩大来检查，一共9个人确诊。总计这个工作场所互相烧的已经有10个人去挖掉了。今天宣布的这9个接触者有确诊的部分，有1位是本籍的劳工，他是住在我们板桥，同住家人2位都已经是居隔了。新北市另外一个案例22598是30多岁男性，捌做过1档的 BNT 疫苗，是因为症状就医采检来确诊，感染外也的调查。也要谢谢我们基层的医师哦，一看到他的症状就马上请他到我们就近的这个大型医院去采检，所以他到双和医院采检过后，一样是确诊。另外，贵人市是新增加4个本土病例，其中2个人是警察。案例22596是贵人市警察局第1分局的警察，已经做过3档疫苗，因为陪同案例22595去就医，被包列采检而确诊。北港度假饭的案例22597也是采检了后才确诊。22595的CT 值是13.7，22596的 CT 值是27.1，22595的朋友曾经在一起吃过饭，就采检也是一个阳性。有25下晡1点外，佫传出挖到警察的同事也确诊，这阵医院无列暗号。25这甲贵人市长林佑昌无挂喙暗，徛真军斗阵翕相。所以讲林佑昌在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但市长的建议先进行采检，再来就进行地处隔离3天。虽然只有短暂接触几秒钟，不过我还是希望用最高的一个规格来要求自己哦，也来做好自主的一个防疫的工作。林市长那边有给我电话。那我建议他先当然先采检那第2个可能就建议他先居家隔离3天，再采检，然后再来做判断。另外，林佑昌第一面册是发文表示，家己的 PCR 采检结果是阴性，也讲家己正做头一个家己下令，和家己地处隔离的行政首长3天了后，也进行第2摆采检。伊强调，虽然是地处隔离，也毋过工作袂停，也是甲当年用时辰的方式来拼市政。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已过这健保投保金额修正草案，甲本地投保金额上悬182000块，未求悬到219500块。大约有13万人因一个月健保费会增加116块到1939块。安尼生这一年健保就会当加收17亿，上紧伫5月实行。因为个人收入增加，已经有12年无调整的健保投保上限上限5月调悬。为了提升负担公平性，卫福部已过修正草案，健保投保金额向顶悬调升5个级，为即马上悬投保月薪182000块，向顶悬调到219500块。已过受影响人数差不多是13.7万人，其中9%是受雇者，每个月健保费会增加116块至581块不等。那个其实最大的还是受雇者，好，当然这里面也有可能是医师，但是如果他自行执业的医师，其实他的数目本来就不多，高薪的员工就是超过18万多的这个薪水的人才会受到影响。社会保险师表示，考虑国内基本工资，同时也是健保投保下限过去12年调整11届，调整幅度达到46%，不过健保分级却是无调整，而且伫今年2月健保会会议中，大部分的委员拢表示，为了强化健保量能负担精神，高所得的爱负担较侪健保费这个责任。一定新制上路，有13万人每个月负担会增加116块至1939块，会当增加健保收入差不多17亿。
除了地下经济或海外收入，会导致于说有些国人其实他可能是收入蛮高的，但是他却投保比较低的保费。那包含说现在投保的上限集聚到底要拉到多少，才会更符合现在所谓的所得再分配这样的一个效果，其实都是可以在诉诸就是公众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讨论。医改会也提醒。较早其实也有一个互人批评的问题，就是袂少长期住伫海外的民众，伫国外拢有工作，收入嘛袂歹。啊，不过这部分安怎纳入健保费来计算，确保公平性，这原来是政府爱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讲到这战争到今已经超过1个月了，今麦又风声讲，伫咧乌克兰南部的港都奥德萨是罗西亚军队要攻击的后一个目标。当地也准备应战车路是顶满这沙包加路渣。人讲这战火是真无情，互受到欺负的民众也个军人是死伤无数。所以因为尸体火化了后，无人来领黄金翁已经放甲规个家拢是啊。较长的钟声伫拢无人的街路顶响起，气氛特别沉重。乌克兰战争发生超过1个月，乌克兰南部挖近乌海有乌海明珠称呼的奥德萨，为了阻挡俄罗斯军队侵略，早伫3月初就开始备战，街路放真侪沙包路障，也个文物雕像拢用沙包包起来保护。暗时个乌克兰兵提前抵国。It's terrorism and it's genocide and it's the most terrible what could happen in our world. And this is very dangerous not only for our Ukrainian people, it's really dangerous for all people in the world. 有部分奥德萨居民决定都离开家园，不过原来有居民决定甲阿兵哥做伙留落来，佮为阿兵哥甲其他居民准备饭菜。战争发生1个月，未少后备军人立刻加入军队，佮互人派去前线。伫基辅西北边的布查乌防空壕防区，因的亲人原本秘伫厝内地下室，到尾由人道走廊快速走去邻国，维护逃走牺牲的市民，甲战亡阿兵哥，互基辅火葬业者火化，装一位黄金翁啊，听候厝的人来领。啊，不过因为大部分的难民走去邻国，所以规个保管空间煞客满黄金翁啊。遭受严重攻击的马里坡无法度逃难的居民，伫断水断电的环境中生活，总算单着救援物资，佮供应临时用电，互居民的手机啊拢通充电。遥机失断的居民直接伫现场开始用餐，啊，不过也有破病的人等无救援就离开世间。Мой муж не дожил д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помощи, он диабетик, и скудность питания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он впал в кому и умер. Вот. Дожил бы д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й помощи, наверное, бы выжил. Поэтому вот та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А передать даже в Россию с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 что вот брата и нет, я не могу пока. 除了马里坡的居民避伫防空壕生活以外，受到强烈攻击的第2大城哈科夫，一寡居民因为无法度逃难，避伫地铁站生活1个月。真长的通路变做民众群的所在，地铁车厢也变做生活空间。Когда началось, мы пишем, что вот я лично из Харькова, девочки, мы с вами уже там переписываемс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я не бот, не фейк. Я пишу, вот такая у нас ситуация, мы с ребенком сидим месяц в метро. Люди не верят. Вы сами виноваты, вы сами до этого довели, вы. 虽然地下铁空气无流通，必然居民爱定定出去透气。不过这个所在原来是建会当中会当互因保条性命的所在。公司新闻，丹西董编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离世有限，8月后明 G7 也个瑞典国会做一个视讯会议，呼吁各国对罗西亚就要大抗议来处罚因入侵的行为，而且要求各国互罗西亚搁较侪军事、外交也个经济等等的帮助。这战争已经超过1个月了，各国的制裁伫罗西亚也开始发挥效果啊。泽伦斯基也特别向罗西亚的民众发声，因被卖来变做这受战争制裁牺牲品。30-й день, це вже місяць. Якби Росія знала, що їх чекає у нас таке, я впевнений, вони б точно побоялися сюди йти. За цей місяць ми втримали всі основні напрямки російських ударів. Світ застосував руйнівні санкції. Ми працюємо далі, домовляємося ще про нові. 乌克兰对抗20万罗西亚军队满1个月这一天。泽伦斯基发布一段视讯演说，予乌克兰人，伊的语气是真轻松，佮悄悄讲，罗西亚人若是知影讲这是一场真硬斗的战争，因百面都唔敢来啊，还佮呼吁罗西亚人来赶紧停战，若无是会付出更较大的代价。迄一天，泽伦斯基嘛伫咧北约峰会后面 G7 甲瑞典国会透过视讯，呼吁各国对罗西亚侵略的行为采取更较强烈的回应。
而且伫乌克蘭的军事、外交甲经济等等的需求，会当互因更较实际援助。Знаєте, не менше 20 тисяч танків. Україна просила відсоток. 1% від усіх ваших танків. Віддати нам чи продати нам. Але ми не маємо поки що ясної відповіді. Це найстрашніше під час війни – не мати ясних відповідей на запити про допомогу. Але щоб мир настав швидше, санкційні пакети проти Росії мають застосовуватись щотижнево. Жодного бареля російської нафти, жодного заходу російських судів у ваші порти, жодного європодатків ваших компаній в Росії. Їхня воєнна машина повинна залишитись без засобів для існування. 波羅的海3個國會議長二是做伙去基輔，甲澤倫斯基見面，因強調講支持烏克蘭趕緊加入歐盟，也有北約2門戶開放，甲隨佇烏克蘭的領空設立禁航區，避免發生大規模的傷亡，而且主張開始替烏克蘭的中建做準備，嘛預告會推動類似馬歇爾計劃來跟協作的方案。公司新聞王慧文報道。講到這羅西亞拍烏克蘭也影響到咱的大海局勢。中國運12便航機佇頂個月把接近馬祖東引的防空區，馬祖當地民眾也講，雖然中國軍機來擾亂，不過也是希望兩方會當維持現狀。有專家認為講，這羅西亞若准甲烏克蘭拍敗，恐驚會增加中國想要甲台灣吞掉的決心。甚至有英國立陶宛的機關表示，歐洲必須愛做伙來保護烏克蘭，未來才有可能甲台灣保掉咧。中國運12民航機頂個月飛經過我國馬祖東引的防空區，烏克蘭甲俄羅斯衝突最近也牽動兩化情勢，國軍已經提懸警戒，一旦台海爆發戰事，馬祖恐驚成為戰場的上前線，尤其是東引的導彈基地。外國媒體路透社為兩化緊張的情勢訪問馬祖，並且接觸專題，特別是馬祖民眾對着強機一直侵擾台灣，對兩化和平的期待。他飛過去就讓他飛過去嘛。對不對？那你如果把它打下來，完蛋了。我不騙你，第3次世界大戰就開始了。為什麼會不想要去強調這件事情？因為他們是前線，就真的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有可能這個地方就是可能會馬上淪陷，或是成為那個炮火集中的地方。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互外界關心中共犯台可能性。有專家來警示，若俄羅斯拍贏烏克蘭，恐驚增加中國武力侵犯的決心。而烏克蘭這陣是全面改兵，對抗精神值得台灣來學習。學者也分析，台灣的全面國防要進步的所在，有後備動員敢若對後備軍人，一般的民眾無什麼方式會參加。一個就是高階段的那個國防的戰略，或者是說直接到那個人層次，我們這邊要怎麼訓練自己。但是中間怎麼把這些個人變成什麼樣的一個有效率的組織的單位？那這個單位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基本上是沒有的。那更不要提，就是說，實際上在講到桃園到時候的戰時的時候，我們是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動員體制，包括說什麼樣的戒嚴機制。俄羅斯甲烏克蘭的衝突影響台海局勢，英國甲立陶宛議員講，歐洲必須團結來保衛烏克蘭，未來才有可能盡力來保衛台灣。當時有中國延期的這教訓，不過國軍對着強軍的威脅，軍事訓練亦被懷疑戰力不足，團出副議長決定一期4個月延長到10個月，嚴國總統府澄清也未定案。並沒有這件事情，多的配套措施，包括各跨部會的一個協調，以及軟硬體的這些配合，這些都必須考量進來。國防部指出，兵役延長必須要考慮敵情的威脅甲防衛作戰的需要，也有配套的說法，需要跨部會來協調。這種原則收集各界意見來進行檢討。記者綜合報道。各位觀眾朋友，咱勞工攏愛做伙徛公平。桃園市空服員職業工會第3年前發動中英航空罷工，中英航空對12位工會幹部也個工會提出告訴，要求因着愛賠償3400萬。台北地方法院伫今日宣判，這工會甲幹部全部都免賠錢。今天的宣判結果也再證實了我們的罷工是合法的。那我們也希望公司就是在疫情這麼嚴峻的情況下，不要再上訴，請大家就是也關注一下其他的工會工人，都還有在被就是有訴訟的情況。那希望大家可以多關心他們。
讲到这站因为罢工所引起的官司，是中英航空家己认为这是非法罢工，要造成损害，要求赔偿。要告的对象包含着工会，也个工会理事长加全体理监事。不过劳动部调查了后，认定这是一个合法的罢工。1审宣判这工会唔免赔钱，专案要当上诉。也那中英航空是发表声明，强调对判决的结果真遗憾，会受到判决书了后和律师研究了后。依法上诉。伫咧高雄前镇这个月10日有一个嫌犯，伫咧天色拍曝光的时阵，对着一个高中查某学生后壁，伊跳江骑奥多摆，甲这个查某学生落河倒了后，对这查某学生是骹内手内乱摸乱扫。目前警方已经抓到这个嫌犯了。伫高雄前镇，天才打拆下尔，一个查某学生行伫路面，准备要去搭捷运，撮到一个青云查甫人，骑奥多摆甲乱甲伊性侵，了后，这个查甫人佫换衫变装，骑奥多摆逃走。这个案件发生伫咧16透早5点外，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伫咧大寮撞到这个姓魏的嫌犯。经勘查现场的扣得的相关证物，以及现场的扩大调阅监视器，使悉黄嫌设有重嫌。立即持检察官开取的拘票，前往将嫌犯具体到案。根据警方表示，代志发生的地点平常时日是人是来来去去，嘛是警方巡逻会经过的地点。不过因为代志发生伫咧透早，所以附近是无啥人。不过伫咧路面发生这种随机性侵的事件，市府是唔敢大意。警方讲会加强学校附近，也有上下课安全的维护。教育局嘛随启动关怀辅导机制。协助家属，并且对学生进行辅导。教育局学生辅导咨商中心也已经追踪此案，提供辅导需求以及心理咨商资源等等专业的服务，落实学生关怀辅导的机制。教育局表示，会持续落实性别平等教育，强化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建构安全的校园环境。这个案件，警方嘛已经以妨害性自主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去向执行讲，伫咧公务期间替这个副市长黄珊珊购票，违反行政中立。虽然机关今仔日伫质询的时阵，陈信如有甲机关一句来一句去，不过伊原是为着这争议来甲大家回释的。市长郭文德表示，专案会送到正方式做调查。非常多朋友收到一个陈信如局长的请辞声明。请问市长知不知道？我没有接到他请辞的声明啊。打上台，议员都针对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如敢是要请辞的代志来问市长郭文德，因为陈信如去向质疑讲，利用上班时间替副市长黄珊珊购票，违反行政中立。郭文德日时的施政报告，因为安尼受到影响，结果2月质询，大家同款嘛是直接碰。议员还阁提出陈信如辞职的声明来问郭文德，这个时阵陈信如向证书失去控制，起来甲呛，是更加引起议员的不满。局长，你不用上来。市长，我要跟你说的是，昨天局长现在是我的质询时间，议长，这样子可以吗？陈信如着急要替伊家己来辩解，互议员是阁较不满，要求郭文德来处理，陈信如才回事的。嘛相信讲伊确实有伫咧写辞职的声明。市长早就应该站出来说话了吧？对不起，议员，辞职声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我当选、落选，或是上台跟下台，我都会做好任何的准备。所以这个辞职声明确实是我有在预拟，没有错。针对陈信如引起的争议，黄珊珊伫咧人面册铺文，伊认为讲陈信如谈话内容、时间甲地点拢无适当，确实是无妥当。现在市长郭文德是答应讲，专案送正方单位调查，嘛为官员用词不当来回事的，希望这个风波会当赶紧过去。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到国际消息。美国总统拜登目前正咧去到波兰的罗里，除了要去视察驻守伫波兰的美军以外，也要去到首都华沙，明仔载要和波兰总统杜达为着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事进行双边会谈。而且美国宣布上届新的制裁，这名单也包含着300多名罗西亚的国会机关、国防相关企业，甚至是金融机构。因也提醒各国讲，这罗西亚可能利用黄金做交易。闪过制裁，澳洲即摆也宣布讲，可能对这会参战帮助罗西亚的白俄罗斯总统甲伊的部件进行制裁。
美国财政部公布对俄罗斯新一轮的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国会的328个国会议员，另外提供燃料设备予俄军的相关企业，也阁有俄罗斯上大金融机构联邦土特银行的 CEO 原来伫名单中。美国也警告各国，俄罗斯有可能利用黄金交易来闪过制裁。 I mean, the Russians are obviously going to try to get round the sanctions on their gold, and we're taking steps to try to make sure that there's no leakage, no sale of bullion into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另外，澳洲政府怀疑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暗中提供俄军援助，澳洲外交部长也宣布制裁，也有伊的家后甲后生。 为俄罗斯入侵行动开始，过持续约1个月，创下最近上长的休市记录。当地时间24早起，莫斯科证券交易所恢复33档股票交易，暗过限制真济。亲像到4月初1之前，外国人禁止卖股票无法度放空，也个缩短交易的时间。开盘了后，俄罗斯 MOX 指数无落颠倒去，互人质疑可能是有国家资金伫护盘。 It was important today that the index rose, which it did by 4%, but it's very likely we will find out that the main buyer has been one of the government banks or one of the government funds. 另外，法国汽车制造商雷诺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点名，因为人道的考虑，车商宣布关掉伫俄罗斯境内的工厂。对于雷诺来讲，俄罗斯是第2大市场，销售占收入的8%，主要业务拢是由俄罗斯子公司负责。克里姆林宫捌讲，外资撤离了后，有可能将其他的资产国有化，但是工厂是毋是会留？ 上紧后礼拜就公布。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这国际油价对今年初到达已经起5成了，主要原因就是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就分析师预测讲，今年热天这国际油价恐惊会起到一桶是美金150块，年底会到250块美金。根据着美国联准会推算，这油价若起，通货膨胀就会增加，民众的压力当然会愈来愈大。 对欧洲到拉丁美洲，真侪国家拢有民众行上街头抗议，油价甲物价一直起，互每工必须开车上班，甚至靠开車來趁錢的人真生氣。Demanem al govern una ajuda directa al sector, sobretot per pal·liar l'augment del preu del carburant. 俄羅斯甲烏克蘭爆發戰爭，刺激國際油價大起。西德州中級甲北海布倫特2個指標油價機會，分別起到每桶112塊甲119塊美金左右。 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临时指出，受到俄罗斯甲乌克蘭戰爭的衝擊，造成國際能源甲糧食價繼續起價，對各國的經濟造成壓力。所以講，今年全球的經濟成長率對原本的3.5%向下修正到2.5%。 儘管歐美各國對著制裁俄羅斯是毋是要投入石油甲天然氣這個項目意見攏無同，抑過市場充滿悲觀的氣氛。就喺北約甲歐盟以及7大工業國高峰會連續舉行的同時，國際能源總署 IEA 也喺法國巴黎召開部長級會議。美國甲 IEA 攏同時宣布，考慮釋出戰備的油油，希望使安定市場的人心。 There's a response by the oil and gas market. It looks like oil supplies will increase by about 1 million barrels per year. At least our Energy Information Agency has a short-term energy outlook that has been updated to include those increases. If our member countries decide so, we are immediately ready to act and release additional volumes to the markets. One shouldn't forget that 63 million barrels were only 4% of all the stocks we have. 不过市场人士无这乐观，金融时报分析指出，就算双方达成停火协议，和战事过一段路，欧美的制裁几个月来也无可能放松。就算找到替代方案，上紧嘛要12到18个月，才有新的石油甲天然气来源。所以讲，今年热天，欧美的旅游大价，大量开车出佚佗的需求，会带动国际油价起到每一桶150块美金。到年底之前，更加可能来到一桶250块美金这悬。记者综合报道。 这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到达已经超过1个月了，波兰收容超过200万的难民，其中有70万个拢是囡仔。波兰政府目前有跟民间团体合作，这礼拜就设一个难民收容中心，准备要登记协助这群难民。
站外几排红影车，袂少互人穿小的衫仔，这全部拢是民众爱心捐的。加重的车站比起来，华沙火车东站更加重视儿童的需求，为站内设置寡互囡仔佚佗的所在，都看会出来。一寡乌克兰人逃难是因为戒严令，成年男性参战，定定拢是妈妈爱带几落囡仔走几落工，到波兰才算会当休喘。Ми приїхали вчора до Варшави. Вчора нас зустріли хорошо. Тут дуже теплий прийом. Нам дали жилье, еду, воду бесплатно и все хорошо. 弗拉德才15岁，是导咱两家伙内底上济岁的查甫囡仔。因到华沙一工了后，收到通知，准备往东北部城市去住，当地听候志工协助订免费的车票。这个所在询问处功能真集中，提供临时的、食的，公布政府协助的资讯。志工内底有人负责接待、翻译、查询，有人照顾心理健康。It's very good organization. Yeah, it helps people quickly. I think that we share the same values. And there are about 7-8 trains a day in the night. We are here also in the night. 根据志工观察，一座火车若坐有700人民到位，一工落来估计有5000人来，需要进一步安置。因为长期需求，华沙政府甲民间合作，伫这个礼拜开设第一间复合式收容中心，有3000平方公尺，上济时阵会当收容300-400人。目标是24点钟内，互难民有厝通住。Jego zadanie jest zapewnienie krótkoterminowego takiego pobytu, takiej podstawowej opieki dla osób, które dopiero co przyjeżdżają do Warszawy.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1个月，面对难民议题，波兰政府民间拢开始调整，要为紧急人道救援转向长期抗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新建案的预备处，伫去年7月推出新制度，每每介绍就要设计登录。台南市政府伫新制度实行了后，发现有82件登录资料无老实的情形，目前已经甲业者罚246万，若准唔改善，则会当继续罚。准讲平常时下晡，原来有民众来看预售厝，这位透天厝建案离南科坐车20分，边仔阁有传统市场，上紧年底就会当交厝。介绍阁甲当地中古厝售价差不多，有部分民众看完环境甲内部介绍了后，直接落订。土地也高，建筑成本又高，所以这段时间刚好疫情关系，应该是赶快买。顶人是讲，因为南科影响真侪人来买厝，以这个预售建案来讲，有当时一天都有600人来看，也互真侪人客是快速落订。永恒新管理设了后，厝的交易也是真烧落。买中古屋的价格来买新成屋，这个最快是在年底，就是最近期可以交屋的，所以客户比较多会接受。买起无消退，也惊出价去互人恶意乱起。内政部去年7月推出预售厝新制，预售厝的交易介绍嘛爱纳入实价登录。不过台南市政府清查登录介绍面积，发现新制实施以来有82件登录错误情形，拢总罚246万。他们都会把车位的部分面积漏算进去共有部分的面积啊。车位面积没有算进去共同使用部分的面积的话，你会导致那个单价显得过高，就是它不是正常单价，会造成这样民众的误判。台南市政府表示，主要裁罚的是建商，大概至少罚3万，会当连续罚。另外，也要求限期改正内容，避免民众判断错误。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有一间卖花仔农场，外销100外国家，不过受到这战争影响，寄到罗西亚和乌克兰的花仔，也让去互退回来，因同款是战争的受害者。要发出各种色水的古翠花甲丁仔花，台东的青年唐基祥向客户说明因的栽仔场，要发出来各种色水的古翠花，是真受东欧国家的欢迎。苏联、乌克兰他们喜欢紫色。唐基祥讲，东欧国家的气候无法度种出这种的花，所以甲台湾买真济。不过最近1个月以来，因为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航运受到影响，若知影无法度载出去，就连使用国际邮件寄种去乌克兰甲罗西亚，嘛小连续拢互退倒转来。部分罗西亚甲乌克兰买的人，甚至直接伫咧网络顶取消订单，互因知影场的收入受到影响。
我们出口到乌克兰的邮件从2月25号开始就暂停出口国际航空邮件。那俄罗斯方面呢，是从3月2号开始，我们暂停出口到那边的国际邮件。其实俄罗斯的客人跟乌克兰客人加起来可能占30%左右。那他们每一个客人每一单几乎都买1万块或2万块。那其实2、3个人不买，每个月影响就很大了。统计上讲，罗西亚甲买的材业占伊一年销售的比例有2成外，乌克兰无甲1成。一年营业额差不多60、70万。这2年来受到疫情航运减班的影响，已经有损失。今嘛佫拄着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过外月，损失佫扩大。想袂到离遮尔啊远，伫台东嘛变做间接的受害者。希望战争会当赶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蒜头当咧大出，婚林的蒜头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以上，也因为去年蒜头计销好，今年农民有种较济，所以害这个挂价变做是1斤无到30块。婚林县政府也希望讲，这进口蒜头的数量就要管制。农粮署强调，今年1月到3月进口的量是比去年减少一半，呼吁农民先把这蒜头拍好打，日后再倒卖。雨落了，规个田林像落瓜梅共款。若要扣蒜头，是变甲搁较费气。有种蒜头的农民讲，蒜头9分，若是落雨了后无采收，恐惊就会烂伫个土地。嘛因为今年种蒜头的面积增加，加上进入采收期，蒜头的价销1斤煞干那27块。说嘛有人加2000几，嘛有人加清汤的啦。总平均，即卖因反啊甲咱买啦，即卖上悬的炒伫27块啦，较水的啦。你像若加1,6斤27块，你袂甲算看卖？本钱少6万啊。婚林种蒜头的农民讲，这期种蒜头的成本悬，包括蒜头种本身较贵，欠卡手，肥料甲农药啊拢起价，一分地成本就要5、6万。目前拄好是采收期，上界烦恼的就是，若搁进口蒜头，恐惊咱国产的蒜头价销会搁较歹看。所以咱希望所有咱做中央农委会啦针对进口会当严格控制啦卖伫产销期的时阵进口伤济这个蒜头，造成咱农民收益的这个冲击啦现在进口的那个量已经比同期大概减少了大概将近有50%所以说在国内的价格上应该都会呈现稳定的现象所以进口价格相对会偏高，所以说农民应该不要急于去抛售以让价格上会更稳定的。农粮署表示，以1月份至3月份来讲，去年蒜头是进口9728吨，今年到今敢若进口4000吨。按算蒜头的量，还阁无够咱国内消费的需求。目前已经有联络准备100多台牵锁机，希望会当提供种蒜头的农民先采收甲牵锁，再分批来卖，避免为着赶紧被卖来造成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市的传统市场甲夜市啊，使用行动支付的比例已经有到5成，不过有伫咧使用的消费者却是无到3成。当地政府呼吁这店家甲民众就要较注用力，避免接触，对防疫是有好无歹。用手机扫一个QR code 就会当纳钱。这几年传统市场甲夜市豆豆会当看到行动支付系统。不过，伫咧宜兰市的传统市场甲夜市伫咧疫情爆发进前，大部分拢是惯性用现金来交易，而且部分营业额较少的有的家己有政府扣税，所以无愿意加入行动支付系统。一直到疫情爆发了后，为了减少人甲人之间的接触，反而才豆豆愿意接受使用行动支付系统。那因为摊商的使用习惯，还有我们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习惯，还是比较习惯那个现金支付的方式，所以在推动上一直有一些困难。宜兰的菜市甲夜市拢总有600多个单，目前已经有307间使用行动支付系统，差不多占5成。不过消费者的使用率也是无悬，夜市因为少年人较济，使用率差不多是2成至3成。也那传统的菜市因为消费者大部分拢是社会人，袂惯使用手机行动支付的使用率敢若占1成。我拢唔捌去用这个，我唔捌去用的，老岁仔人啊。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大部分来讲，就是店家没有这一项的服务，对。社会人无惯使用手机是推动行动支付系统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宜兰市场管理所未来会伫咧市场附近设到核站，甲社会人使用来提高使用率，嘛会积极向反来推广，提升安装的比率。嘛，呼吁民众用行动支付会当减少找钱的麻烦，也阁有收到假钱的机会是真方便。希望民众会当多多利用。记者综合报道。
带观众朋友去到中华乐馆看一阵少年人因成立一个新成果，伊用新的方式来演奏传统的八卦，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白来讲礼拜，新成果的团员牺牲休困的时间，做伙练八卦。这是乐港100年来传统的民俗，为着发展这项技艺文化，为乐港甲台中来的团员，大家是真拍拼伫练习。团队嘛为原本2个人发展到今仔日10几个团员。怎会想要去做这件代志？是讲去做传统的顶头，还是讲科技？其实就是做较早的人咧做的代志。阮感觉我定心甲互相做起来，其实是做成就感的。旧历初九是乐港人的大日子，家家户户拢会准备贡品来拜天公。暗时11点开始闹听，用八卦来闹热一个，互大家感受年节的气氛。新成果已经连续4年替地方服务，这嘛是因要复兴八卦真重要的一步。有长辈咧提醒讲，严格伫乐港就有即个音乐，伊讲伊算失一阵啊咯，安尼算几十年拢无即个活动。拄好阮新成果，我人有咧评估出，希望阮安尼出来为地方服务啦。八卦剧场是新成果为传统现象演变出来的创新表演，用在地故事来创作剧本，以讲故事的表演方式，八卦正做后场的音乐，改变一般人对八卦的刻板印象，互更较侪人接受这个传统。一寡本身对八卦有兴趣，但是唔知影要来接受的，会当透过阮这种新形式的演出来看到八卦呢，真的有精彩的所在。创新的表演模式启动了后，新成果要来记录乐港每一个角头的故事，组织更较侪少年的力量，甲使到一架子的摇滚乐阁重新找到回来。记者罗敏珠、连新维乐港报道。对比利时来的新妇高力量甲丁立伟因长期伫咧新德县的原住民部落服务，经过政府的审核通过真做咱的国民，今仔日因去领身份证甲健保卡，正式真做咱台湾人。大家伫咧现场特别准备鸡卵糕，甲因庆祝。摕到中华民国身份证，笑甲真欢喜。来台湾已经30多档的丁立伟新妇，过去长期第尖照，帮助真多生活困难的家庭解决囡仔读册的问题。伊讲对伊来讲，这边的人就亲像一家伙啊。30年的时候，我过非常快乐的生活，因为本地原住民很有真心味，陪伴这里的人那么久。我跟谁可以说，我跟这里的人现在是一家人，也是非常感动了，因为他们离乡背井，能够在原乡地方，一生奉献，为主所用。同款来台湾已经20多档的高丽良新妇，发现部落教育资源较少，所以透过申请计划，让囡仔袂去影响到学习，而且佮逐工接送囡仔往复尖照得当上课，帮助别人啊，把大家和好啊。是一个很重要，现在这个社会的服务啊等等，变成一个知道了，物质不是最重要的，多数是那个心的的关心别人呢是非常重要。两人拢讲，即马有台湾人的身份，后摆做代志会更加方便，所以来会用更较大的力量去帮助更较侪人。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伫咧嘉义大内中山路顶头有一间超过100年的古早厝，伫2年前通过着嘉义县文化资产委员会审查，登录做历史建筑。即马有几来个回乡的少年人甲南华大学合作，伫遮成立工作团队，还有工作站，透过导览的方式了解在地，嘛希望真做少年人关心在地事务的交流空间。嘉义县大南这栋有100年的历史的建筑，即马重新搁再利用。少年朋友伫遮推销在地的农产品，甚至搁做料理推广给大家。这个场域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身为在地人，大家都不知道。对，因为它之前都是没有被活化的部分。那现在有我们年轻人加上国发会的计划的这个资金挹注的话，是可以让我们好好的运用在这个场域。包括一些 NPO 还有这些年轻的倡导之下呢，南华大学担任的是人才培育的角色，让人是可以慢慢留下来的。
这几个倒来故乡的少年人配合南华大学作为向国家发展委员会申请地方青年培力工作站的计划补助，希望透过这个工作站发展地方创新。南华大学包括我们的江明鹤江大哥，我们就一起来讨论来如何希望争取到这个资源，能在我们嘉义的大林设立一个据点，来推动这些创生的一些方案。大林好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做在地的自媒体，我们一直在宣传在地的好的事情跟好的产物这样。大林好工作团队表示，因内底有人是因为疫情才回来故乡，嘛是配合南华大学的专案计划，才会豆豆来了解大林。希望透过工作站的成立，除了推广大林的物件，嘛会当记录甲找出在地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第59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4月23特别开播啊！本地北美馆邀请台湾的艺术家薛古柳去展览，说因为性侵风波已经停止合作。今仔日宣布台湾馆确定改用本现展示和国际论坛方式举行。美丽佮充满古味的意大利水城 Venice， 每2年拢会办一届国际艺术展。今年第59届4月23是特别伫咧普里奇欧尼歌社来举办。台湾馆的主题无可能的梦，确定会展示北美馆对1995年到2019年参展13年来的文献档案甲作品，也会办4场的国际论坛，希望开创台湾甲 Venice 艺坛的新对话。This exhibition becomes an archive.A space for historical memory to be activated. As well, it is decisively positioned to dialogue with both immediate and deep-seated questions. 自本今年的展览要以台湾艺术家薛古柳的雕塑加动画作品为主，不过因为去年底伊方爆出违反性自主风波，北美馆今年1月份宣布停止合作。馆长王俊杰坦白讲，无法度甲其他国家原住民艺术家来交流，确实也足可惜。未来敢会有其他合作，就要等司法结果出来才去拍算。我们当然觉得有点可惜啊，就是我们筹划了2年，接下来必须看这个司法上面的过程是怎么样啊？所以我想我们很难回答说以后我们跟萨古罗的合作会是怎么样的。长期负责双年展的北美馆，早伫1995年就以台湾国家的名义来参展，落尾因为中国向大会施压，2003年台湾馆对国家馆的参展名单去互移除，经过袂少拍拼，北美馆伫咧同年向大会提出平行展的参展申请，咱才有法度继续甲台湾艺术杀到国际平台。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人讲未食过鸡掌破喉唔公放，咱这回来关心这天气的问题。今仔日天气是真好，不过受到这风面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又搁要来反冷咯。明仔载中昼以北这个中部以北的所在会先落雨，到白暗暝的时阵呢，全台沿拢会落雨，而且这雨呢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来讲到气温的部分，是到礼拜时阵较明显的降温，北部可能会达到18度，这民众就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这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21度到31度，夜里到云林对23度到30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7度到27度，也个未来3天之上。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